來看這條新聞，這隻魚啊，會當講是白白枉死，有兩個查甫人佇成大的釣魚社的這個面冊頂頭呢，搭相片，甲人電講應該一尾酷速仙釣起來，甚至甲主來者背書是替天行道、清除外來種共款。啊，那這隻酷速仙確實是外來種，不過這尾魚啊，好好活佇200公園的水池啊內面活超過20年啊，這是公園內面不是自然環境內引起網友的批評。雖然這兩個人有出來回實的，不過這台北市政府也因為違規佇咧公園內面釣魚，甲因一個人要罰3000元。台北市218公園的水池啊，看無真大隻的吳卓仙，兩人講是完成清除外來種的任務，將伊釣起來，煮煮的食落腹肚，這互常常來公園林女士講，實在是真過分。你平常看着它那一隻魚大概是什麼狀態？這樣很大嗎？很長，好像潛水艇。抓走它來吃這件事，你怎麼看？太過分了啦！這樣顯出在台灣是餓的這個樣子嗎？其實，這隻魚啊，未少人指證至少在公園超過20年。第二是218公園路自警來巡邏，告示牌啊也明確規定禁止釣魚。如果看到來抓魚的，你們會怎麼處理啊？開單，直接開單了。對，那這個池塘是禁止釣魚的。那基本上就是開罰3600。代誌北康市調查，吳卓仙的兩個查甫人將影片上傳成大釣魚社面冊社團，結果引起批評。然後兩人出面回實咧表示，直接將外來種掠來食掉，無按照正確流程處理。成大釣魚社也回實咧在校河管理有疏失，好好是出面講話。這件事情，請大家不要再指責成大的釣魚社，因為成大釣魚社也是一個受害者。吳卓仙是美洲的外來種，個性正雄，俗稱國旗火箭，馬是性個威脅水域生態。去年家己一個水池發現伊將魚啊用要食了了，漁業署表示無好試過來也無生態技術的出現在野外，大部分是棄養，目前人山分布影響生態都應該移除。已經定居啊，也都沒有啦，它只是零星的。假設如果它有影響到國內動植物的棲息環境的疑慮的話，地方政府就可以盡為必要的這個處置啊。漁業署閣一擺呼籲，若平常無法度擱飼吳卓仙這種外來種，千萬唔通撇到野外，應尋求全台水族收容站來協助，因為將這種外來種撇到野外，恐驚將家己的問題，造成無法度收煞生態危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